OK， 好，来开始1656年，新的一年哈，3月初1拜3，大家，顶头有一个飘题叫做继续长官 Cornelius Caesar 主政之下的日兰野城日子吼，所以即卖相关吼是 Caesar 做台湾长官。1656年3月初1到11月21号吼，所以嘛是记到11个尔吼。今仔日是拜3，早起长官阁下甲要送去互巴达维亚总督府各位阁下的装有物件的箱仔，交互迄只大胖船。哦，假如船就是大胖船啦，啊，其实迄当阵做一只毋是大胖船，西洋迄种胖船拢足大只吼。所以头一道看到假如吼有一个注卡伫对 GALZJOOT， 讲是指15世纪到17世纪西班牙的大胖船吼。西班牙大胖船，但是名看起来无像西班牙文啊。我来用 Google Translate 来甲翻译一下。真精确语言吼，因为我毋知这是对这种文。荷兰文精确的讲是荷兰文，但是翻译做英文看无，嘛是毋是看无啦，根本就是黑白翻啦。比如讲翻做中文叫做加里奥德。音译尔，OK， 所以假如船就是大胖船。好，过来个顶头吼，早起长官阁下甲要送去巴达维亚总督府各位阁下的箱仔吼，箱仔内底装有物件的箱仔，交互迄只大胖船的船长，也含船长示行。该船约落伫上午10点钟对即个港内驶出港外。无讲遮船啥物名吼，皇子的名要前往巴达维亚，愿神圣的君王赐福保佑，互伊平安到巴达维亚。装伫即只大胖船里的黄金正价总额是48,661毫吨。天气非常的晴朗，微风对西北风吹来，春天要到吼，3月。阮对派驻伫这四周围的公哨收到书面报告，讲状况良好。阮的士兵身体健康。阮现在考虑要伫本个月7号到和9号来举行的这2个地方会议，中间只敢若差一天吼，就是敢若7号。9号中休一天吼，阮注意着讲，一天的时间无法度准备好南区地方会议所需要的食物甲其他需要用到的物件，因此长官阁下写批互南区政务员欧拉里奥先生，命令伊爱含迄寡人会对注卡第2讲，是指迄寡要含伊同齐来洽侃出席南区地方会议的国社长老，命令伊爱含伊迄寡人伫马里马伦加停留1天，就是毋通较早来啦吼，搁加留1天吼。好，有3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的海岸，坐95个人甲下日的号码。4599斤鹿仔肉，22,725斤的咸鱼，16,173斤的帝王鱼，11,450斤的糖水，280斤的乌鱼子，180无乌鱼，100斤虾啊，6担的酥木，2刀的木香，4罐乌贼，6担的鹿骨。也有一只胖船出航前往偏湖，坐8个人，甲1000斤佛罗摩萨的丁。
600斤糖水，100无乌鱼，120斤乌鱼子，20担盐，20担苎麻，我迄敢若较早读，较早一定这个咯，我袂记，敢若是地麻诶款咯。然后这个炸起来，这个苎麻，这个苎，汉字较大了。对，读做地吼，地麻。我去查着大理大书店，但是大理大书店就是有收即个地啦吼。一路拢读地吼，我目前看拢读地。漳州腔读地吼，老泉是读做稻吼，稻麻吼。好，3月初2，小等哦，一个有一个代志要去楼顶甲阮某讲一下，小等哦。好，歹势来继续吼。3月初2拜四，晴朗，敢若热天的天气，有西南微风，温热吼。我本来讲春天要到，其实热天已经到吼。今仔日下晡，顶关国下伫上色上员Johannes van den Enden 先生甲队长佩多的陪同之下，去普罗宾西啊。3月初3拜五，早起乌阴有大蒙，中昼落寡雨，阮有听到数处的弹雷的声音，透西风，天气真热。今仔日甲一批后去的闪落的落坡捡出来，用领工船载出港外，等入去海里。因为即寡落坡已经被虫咬到完全无路用，阮收到政务员 Peter Burns 先生对新港寄来一张批，司机是本国去找伊。伊伫咧即张批甲阮讲，关系到翻译员 Juvendo 去邀请北区山顶各村社的长老来参加北区地方会议的代志。伊讲，即寡长老拢答应的来出席即个会议。伊佫讲，即个 Juvendo 一点嘛看袂出讲即寡人有任何恶意的改变吼。会对决呼声讲，当时荷兰人怀疑山区原住民会有恶意的改变吼。三队呢，看到因一切拢真好吼，颠倒是看到因一切拢真好啦吼。就如对即个该翻译员的迄寡来批，会当详细看到的安尼。好，3月初4拜六。上午可敬的法务会议开会，会中决定，迄个通奸，就是做过马里马伦社长老名叫做 Crunchy 人的人，伫咧举行南区地方会议的时，阮要当着伊含伊长期通奸的迄个查某人的面，甲伊掠起来，然后呢，因两个人的颔棍就拢必须用剃颔棍链啊，剃链啊，锁掉几年吼，锁一冬安尼啦吼。阮也对李林的政务员约翰莫先生收到一张简短的来批，司机是顶个月2月28号，批呢是敢若甲阮讲，伊迄个地区的人民情况良好，以及伊的翻译员去调查迄寡居民户口的一寡情形，也确实邀请迄寡长老来出席地方会议的情形。
这几工，阮拢伫咧普罗宾西亚无闲咧准备要按照往例要召开的地方会议的代志。领工船搁再一次载剩落来的后去的暹罗落坡去港外等戏上，等迄角哦，人咧讲，邀3只篷船出航前往佛罗摩萨南部，坐18个人载去240担盐6稻米，有凉风对西北风吹来。3月初5礼拜日，寒冷的天气忽然间变冷哈，冷风对东北风吹来，举行安休日礼拜。3月初6拜一，乌阴天，午后落淡薄仔雨，透北风。阮今仔日对一个希腊人收到下设商务员 Van Milder 对北部淡水所寄出来，数据是2月17号的一张来批。即个希腊人，阮捌伫个正月初8，伫个伊家己自愿之下，派伊载着阮的批，经由陆路送去淡水，互即个 Van Milder。伊互阮的即张回批呢，也是经由陆路送来。对于即张回批，阮知影讲迄边的叛徒啦吼，叛徒也相当顽强，咧表现家己的角色。因甲道路封锁甲遮尔啊，即个紧密吼，紧密要安怎翻啊？封锁甲遮尔密，讲捌咧怪怪吼。好，互迄寡要送落啊肉来，互军队的希腊人拢无法度，无去用抢夺来通行，就是因甲迄个道路规个拢封锁起来嘛，所以要送落啊肉的希腊人吼，要来送来互军队的落啊肉的即寡希腊人拢无法度吼。拢一定爱去互因抢啦，才会法度通过吼。哦，伊看叛徒是啥物人无讲吼，而且八离婚吼，甲即个南坎和马塔达社的人，也日常去抢夺伫海边掠鱼甲捡蚵仔的渔夫，并且甲因赶走，抑佫有较嚣摆，佫较猖狂的，就是比连、拉班和拿社，就是比连社、拉班社甲拿社吼的人，因射死5只牛、2只马甲一只驴啊，驴子啦吼，驴子要安怎讲？驴子啦，毋是啦，毋是驴子吼。他说驴吼，对，精生的名吼，驴啊吼，2只马甲1只驴啊吼，也杀死3个希腊人，重伤几个希腊人，也甲最近也佫留伫迄个即个居住区啦吼，伊是安尼写吼，居住区吼，下底有注卡看觅啊，注卡第2居住区。主卡是啥讲？是指淡水北有个希腊人聚集带做伙的小镇。洪家因大台北古地图考察，利用地图证明是伫咧淡水红门城北边，旧地名叫做沙仑迄个位啊。来，我真有兴趣，我来查一下吼。沙仑，旧地名是沙仑啊，即嘛毋知叫做啥物名。我先看觅。淡水红门城伫遮吼，北边即嘛是，这是啥所在？我看无。哦，这应该是大楼啦吼。我看觅，我看袂着，路无入去，无驶入去。看起来是啥物学校的款呢？
因为遮一个综合研究大楼，政府办事处，综合研究大楼，毋是学校，是政府办事处，农业部兽医研究所，好，佫起哩，佫北边起哩，就是一个高尔夫场啊啦，球场啦，所以即嘛应该看袂出来吼。即间位啊，其实我敢若毋捌去，我毋捌去过即只吼。好，来，转来伫市遮。讲即个也甲最近搁留伫迄个居住区呢，迄寡厝拢放好，烧毁坏去吼。对，即阵叛徒吼，做即恐怖代志吼。现在又搁来一个新的即个出头，因放刁威胁讲，因政残了后，将会开动因所有的人来城堡。阮提议和解，若是甲因拒绝，就要甲伫遐还留落来全部的作物拢来毁坏，也讲其他诚猖狂的大话吼，伊是啥吹牛大话啦吼，分过几大话吼，这是要哪翻啊？我一时仔拢想袂起来。对此，我方伫遐的人真希望讲，阮尽量较紧对遮台湾遮派一支优良的军队，经由陆路去遐，因为迄寡巴塞马赛人吼，巴塞啦吼，也被迄寡叛徒威胁甲毋敢供应任何的物件互阮。如果代志安尼继续落去，无偌久我方的人就会欠缺水。甲茶，而且为着要及时来拍花即个已经倒起来好，因认为讲上好的办法就是阮直接着即条批了后，就爱对遮派一支约略40个荷兰人的军队，加上200-300个上会当信赖的原住民。讲若是派袂出搁较侪荷兰人吼，至少要派40个啦吼。啊，即寡原住民来配备弓箭，配备弓箭啦，应该是弓啦。即个弓我读一下，我都啥袂记，是读弓还是弓？弓甲弓拢会使吼。查一下代理店。台里店是弓吼，弓，我先看有啥物其他的音无？好，你知弹簧伫台语要怎讲？就叫做弓啊。但是伊即只规则讲是弓物件的弓形的物，这都毋是我所理解的弓啊吼。我来查台语内底的弹簧。对应中文，好，对应中文，好，来，咱来看一个嘢看。1973 Embry 大英书店写弓啊，spring。1976 Marino 写弹簧加即个弹簧加 spring 但是无收弓啊吼。所以 Marino 就是用
空竹杯啦，直接读淡风、大风甲 spring 吼，直接音语吼。好，教育部2021年教育部书店是用经啊吼。好，电脑是即个代理店无，代理店有收经啊，但是因为翻译伊无规则叫做弹簧哦，所以是因为日本时代无经啊吗？毋知吼，无迄个咱即马所知啊，即种经啊吼。好，配备讲加上200-300上会当信赖的原住民来配备经济吼，当做经由陆路去因遐吼，上好是安尼啦吼，派40个加上200-300个原住民吼。到时阵因嘛要派出伫遐的2个军营的兵力来联合作战，因认为讲安尼就有够额的兵力通发动攻击，追击迄寡叛徒。如果无爱安尼赶紧去，等到11月，恐惊就会伤慢咯。即卖才3个呢，等到11月。即个下设商务员 Van Milder 要求必须要认定伊伫迄边担任主管的绝对权威，若无就要甲伊调职吼。就是讲，若无认定伊，无承认伊伫咧迄边担任主管的即个权威，就该调职就对啦吼。意思就是安尼啦。详细内容会当阅览书信簿啊。这是迄个万苗的进前迄个淡水商务员个性嘛，伊家己先家己做主管就对啦吼。根据中尉 Bars 对归人所寄来批，即寡批现在嘛当作送来，迄边的代志一切如意，而且和平。只有公司伫遐会用砖仔起的房屋，伫咧旧年11月22号倒去吼，无人着伤，别无要事。3月7号拜二，记号就是今仔日要办电话机啊吼，佫让2工就到，本来是让1工，即嘛佫让2工吼。要办电话南区的电话机，看起来即道电话机哪会看起来遮无讲像较早遮长啦吼。当然嘛是佫落长啦，但是感觉加足少。来，咱来读吼。3月7号拜二，今仔日是安排好要举行北区电话机的日子。早起天光以前，先派一队士兵坐3班船出发去 Provincia 去讨线准备哦。要举行电话机的代志，然后伫咧6点，差不多伫咧6点半，长官阁下开动可敬的佛罗摩萨议会议员加 S 啦吼，那一个吼，一定议员除了奉命留守伫咧即个城堡的 Peter Van Alphen 先生以外，以及秘书 Valentin 同齐做一只公司的小艇导航去遐，导航去兑换即个普罗宾西啊。长官阁下到遐了后，安尼互我看者吼，看者台南市的地图，对安平就对啦吼。安平吼，安平遮吼，到即个赤坎楼是伫倒位呢？赤坎楼伫遮吼，安尼差不多。我记得之前看几公里尔吼，差几公里？我即卖这是2000英尺。什么英尺？好，安尼1英里吼。我来量者，安尼是1英里，差不多。安尼1英里加2英里，
2英里出头尔吼，差不多无到4公里啦吼，3公里外吼。即只路即嘛，当然即嘛有路啊，即嘛拢绿地嘛吼。迄当阵，即当阵吼，是爱坐船啊才有法度过去诶吼。都对安平即个即算沙洲啦吼，遮吼到即个赤坎楼吼，中是泉水吼，即3-4公里远诶即个所在，全是迄当阵搁伫啊，算海面吼，伫拢海水。好，差不多是东西向就对啦吼。OK， 转来日子遮。好，因导航去遐，长官阁下到遐了后，到即个普罗宾社遐，赤坎楼遐，由即寡上尊贵诶荷兰人来陪伴，对武装野青诶2列士兵当中，行到迄所公司诶别庄吼，行到迄间别庄，伫遐受到北区5个政务员以及受邀请来参加即个电音会议诶北区郭春社诶长老盛大欢迎。同时，长官阁下也含因一一握手，亲切地表示欢迎。同时，因为来此地迄寡士兵真侪来面穿衫响，以及面穿以外，面穿机制甲面穿了后，首先由热兰亚城堡，然后由普罗宾社城堡，最后由快艇 Zuland 和国营大炮纷纷热烈发炮回应，就是迄边城堡蹦一个，啊普罗宾社蹦，啊快艇个蹦安尼吼，就是安尼轮流咧蹦，互即个场面显出格外的尊严隆重。随后，敲钟开始即个电音会议吼，所有出席的长老拢顺序来到公司定伊年的桌仔就坐。同时，长官阁下开动伊的议员一阵议员甲秘书去伫佛罗摩萨人中间迄个会客室遐来入座吼。长官阁下先命令即寡长老爱自行听吼，以便会当明白来甲因讲因有关着因的福祉甲其他的消息。随后，就由翻译员用新港的语言、好无人的语言、大都的语言，就是帕布拉语啦吼，帕布拉可能是派普拉嘛吼，即个原住民叫做帕布拉吼，伊是大都。加马加界，含山区叫做北界的语言，大声来宣布下列的事项：第一，对伫因应允的条款前来此地表示衷心的欢迎，也对因的前来此地以及以及一年来伫因职务上的优良服务表示谢意。我摕只水来啉一口，歹势。第二，阮现在举行即个第13届地方会议，目的是要伫搁再一次向因提出，或者是更新一寡代志，用来增进全体福祉，促使社会安宁甲和平。第三，阮计划要遵照阮良好的传统，搁再来更换一寡长老。任命一寡新的长老来取代因的位置，互每一个现能的人拢有机会来得到即个职权，
不过，因大部分的人因为因伫即个职务上的表现，互阮真满意，所以因将会当继续担任即个职务1年。因为任何人拢不得摕有即个权汤超过1年，所以迄寡被解职的人也毋通生气。因为即个逐年更换即个做法，是阮政府坚定不移的规定，就像台湾的长官也定定咧更换安尼。定定咧退换啦吼，台语是袂讲更换啦，我照读尔吼。定定咧退换吼，因看了即个情形，也着明白即个规定咯。第四，就像因家己已经知影吼，因必须要继续来缴纳互公司的税金，已经被全部免除吼。特别都安尼甲因讲吼，讲恁免纳税吼。虽然为着要表示因的归顺服从，以及补偿一点阮逐年为着因的方便甲因的好处所开销的真大即个开支啊吼，拢应该爱缴纳一点税。对即个代志，就会当清楚看到讲公司所要爱是因的服从，超过因的一寡物件。公司的用意完全是要互因愈来愈幸福，最后归顺伫阮的政府之下，互因的生活比以前搁较好。阮对因的即种大的善意甲关怀，因若袂使轻视，抑搁爱经常，应该爱经常满心感谢才是。第五，每一个人伫即个开会期间，拢必须要遵守秩序，安静专心聆听，爱命令因以及要爱甲因讲的代志，以便会当明白即寡命令因的代志，会当得以伫适当的时间甲地点，甲即寡命令执行出来。即寡事项拢因每一个人宣布了后，就按照下列方式开始进行会议。好，其实下对就是开始临时命令啊吼。伫新港又搁称作塔佐路，迄寡长老的名是塔巴吉、塔加里、塔加人和达恰里斯。即寡人拢来出席，感谢因的服务，因为因的良好表现，拢互因继续担任，并且命令因爱善尽职守。第八加留员阿里索、拉布伊和沙里昂来出席，因为因的良好表现和去年相像，互因搁再续任。第大目港塔班加和卡多，因和去年相像也来出席，来因表示谢意了后，互因续任，并且勉励因爱继续做好任务。第大武人马钦、对林甲对菲吉和斯瓦达马德里，因去年有来出席，即嘛来出席，命令因爱继续骨力尽职了后，也互因搁再一次续任。伫个 Deriverivagan， 这啥物所在？Dorapgovo， 就是这长老叫 Dorapgovo 吼。这是一个约有20户的新的小村社，因为这个村社继续咧扩大，所以也任命一个长老。这个长老名叫做 Dorapgovo 吼，亲自来出席。这个村社是伫个麦加留园甲大武人中间约有半路的边地上。翻译员塔巴勒因为伊伫个即幅地方会议的工作，阮赠送2匹的面布甲2包薰草互伊。其实我读拢袂记，啥物所在是麦加留啊，啥物是大武人，我拢袂记了吼。我搁查者吼，麦加留园。麦加留园是伫善化区奎米里一带的原住民族部落。
显化哈，找一下地图。显化磨刀显化哈，你若国道3号伫咧显化的东边，然后郊区遐有经过，所以你若行3号是会经过显化，但是是伫咧郊区吼。显化伫要安怎讲呢？显化东边叫做是大内，然后我毋知是毋是个读做大内还是大内吼。种台南的庄脚所在，一般人其实较无遐熟。啊，西边遮是啥物所在呢？西边应该是隔闸门溪含即个嘉义吼，三界吼，嘉义西港吼。好，这就显化。啊，讲叫做溪美里吼，看觅。溪美里，Command C， 地图 ，Command V， 好，溪美吼，即卖溪美其实以前在地人应该拢叫做溪尾啦吼，溪尾啦吼，溪尾啦吼，西尾啦吼，这含迄相关的景尾、景尾吼，就是景尾吼，景尾，景尾啦吼，好，溪美就是溪尾，溪尾是伫咧显化的北边吼。北边一片庄脚所在吼，拢农田啊，看是拢田吼。好，即个位啊叫做目加流园。啊，目加流园其实就含麻豆隔一条溪尔吼。麻豆伫咧西北边，目加流园伫咧东南边吼，中隔一条闸门溪安尼吼。所以麻豆甲目加流园吼，算隔壁庄尔吼。你若行国道1号，就会经过麻豆区吼，即嘛叫区吼。我印象诚深，就是你若高速公路伫咧麻豆遐，其实伊迄个高速公路是较悬吼，毋是高架吼，伊毋是悬，伊毋是用架啊建起来吼，毋是讲用架啊压起来，是伊迄本身的道路就起甲足悬的吼。我看觅吼，印象中是安尼，应该是无毋对吼。为什么我看袂到高速公路？好，为什么我要讲这代志呢？因为我印象中吼，迄路较悬嘛。结果有一年淹水，麻豆遮淹大水。淹大水呢，我伫伫台湾伫遮咧食，我应该是伫迄当阵伫即遮咧食头路吼，伫台南高雄遮咧食头路。我阁会记诶，印象就深，我印象就非常之深。就是阿扁啊去巡视，啊，迄当阵行政院长是迄个谢长廷，叫阿扁叫去。当面甲骂，当面骂，伫新闻佫看会着尔。当面就即歹面相，直接就甲讲话就歹听啊！哇，我迄当中印象足深，就是因为即个麻豆遮淹水的关系吼。OK， 好，麻豆吼，伫咧国道1号边啊吼。你若对国道1号北边
过84号，即个84号就是东西向的高速公路啦吼。过84号就到麻豆啊吼。啊，南边是安定区啦吼。好，来，过来是咱倒来一只讲，过另外一个所在是啥物？大武人中间的半路的路，等下大武人，卡面是大武人。过来，我看大武人是啥物所在呢？大武人或者是大满族吼，是台湾原住民的一支清朝文献称作四社石番、瓦山石番，原乡伫个玉井盆地，就是即嘛，佮较早伫个大内区甲山上区吼，我毋知即台语敢若读吼。现今主要分布伫个台南、高雄两地区。伊讲伫个北拔风灾进前，高雄县小林村是诚做是台湾大武人族人口上侪的部落。哇！所以本来迄个小林村就是即个大武人族吼。目前大武人族户数可能超过2万，是人数次最就是第二最啦吼。第一最是马卡岛。但是我要看是大武人较古早是伫倒位，应该是伫个即个玉井遮啦吼。古早应该是伫玉井遮。大内甲山上区即只吼，好来我来看者，拄则讲到大内伫咧显化的东边吼，显化东边就是大内甲即个山上是倒位啊？所以是大内伫咧北边，山上伫咧南边吼，伫咧就显化区的东边，即东北边是大内。东南边是山上吼，好所以这是大武人啦吼。我看卖有啥物所在，大家较知影无呢？好，一片即嘛应该拢是山啦，这应该是拢是山，因为即只我有印象，就是我无啥印象啦，应该是讲我无啥印象是，因为即只拢山。好，就是你若是行国道3号吼，西边是显化，东边就是这大武人一交尔吼，大内山上吼。好，所以呢，中这一半的所在，就是即卖讲的即个春社去做上吼，即个名我读袂出来吼 ，Delivery Wagon 吼，即个所在小小20户的即个小春社吼。我看嘛，差不多是倒位啊？这当然这嘛看袂出来哈，看地名嘛看袂出来。好 ，OK， 差不多就是安尼讲啦，差不多是国道3号经过的这个所在，就是国道3号这只就是差不多是即嘛是讲的这个村社哈。好，来咱继续来读落吼。这个村社是伫个目加流湾甲大武人中间的。约半路的边地上边地啦吼，所以毋是山顶的，就是边地啊。我看觅边地，所以边地吼，就是差不多就是国道3号，因国道3号伫伊站门口都靠一人吼，站门口伫遮对即个大内山上中就是站门口啊，靠北边对显化北边含。佮靠倒头或对麻豆遮，佮靠佮往南边行去吼，所以伫即遮一个若敢若毛字形啦吼，即个形的即个站门溪吼，即个所以站门溪边就是两边就是较平嘛，就是大内山上的大内甲即个显化中即上较平的应该就是即个站门溪边嘛吼。好，翻译好，咱继续来继续来读落吼。翻译完读饱咧，已经9:20啦。
因为伊伫咧即个地方会议的工作，阮赠送2匹面包甲2包薰草互伊。好，对小人，好小人嘛，甲早一下，因为小人伊阁袂记吼。即个地名咱定下咧读，结果我定下拢袂记，毋是定下我拢毋捌深深甲记条，讲伫倒位安尼吼。小人社，敢若是，反正着鲜花，拢即嘛台南县的庄卡啦。小人文化园区。咖喱哦，即嘛有一个小人文化园区哦，吼，我较早伫遮食头路前，阁无即物件吼，因为我较早定去咖喱，所以你若有经过遐，你当去行看看吼。我看啊，这应该无写地址。便民服务，交通位置，好来。小人文化园区伫嘉义的北边吼，所以小人就伫嘉义啦吼。嘉义伫啥物所在呢？拄则讲善化麻豆吼，善化麻豆是善化伫东南，伫即个闸门口，我拄则讲毛字形嘛吼，伫咧即个善化伫咧毛字形的内底啊，麻豆伫咧毛字形的即个西北边的即个角角啊遮吼。啊，嘉义呢伫咧麻豆的西南边吼。算西边啦吼，但是小可较瓦南边吼。好，小人文化园区吼，伫即遮，伫咧嘉义的北，嘉义吼，你若看地图，伊的迄个路的即个分布，那敢若一个长高形的即个路啊，一恁一恁吼，外口上外口一恁啊，搁内底搁一恁安尼吼，伊个嘉义迄路就是安尼。啊，小人文化园区伫咧上外口迄边的北边即个位啊，吼，即即嘛早有诶，我较早定来即只啦，吼，所以我对即只较有印象。所以即只是小人吼，我较早伫即只做事的时阵吼，定来爱四过走吼，车驶四过走，拢伫庄卡，因为我拢做我管区伫台南县吼，所以我定来四过车驶四过走安尼。啊，迄当地图看地图啊，去找我要去的所在吼，就是迄当我是咧做电信啊，所以我定来去迄是行动电话基地台吼去做事安尼。啊，所以迄庄卡所在去做基地台，我都看地图，家己驶车去安尼吼。啊。我伫咧台南县车吼，有一道，因为毋知啥物原因，我就有经过驶过一个因屏幕组的即个叫做啥公界啦吼，公社吼，公界就是因的即个祖师啦吼，拜干仔迄种公。啊，我第一道看着吼，哇！我真正是足欢喜的，就是看着这原住民的即个因的即个祖庙安尼。啊，看是足简单的，足简陋啦，吼，足简单的。但是我足介意的吼，所以我后来其实我去过几啊遍，结果我即摆应该我即摆要找袂着，我已经袂记伫倒位啊吼。好 ，OK， 咖喱，所以咖喱是小人吼。好啦，再来继续个。好，小人继续看咧吼，小人有个称作托卡尼米克。或者是毋是称作托卡尼米克，即四个长老阿拉朗、米托克、伊丹和达瓦利斯前来出席，即寡人和现在相像，去年也拢有来出席过。现在来甲伊免礼了后，拢互因煞任。但是呢，只有长老米托克，因为伊的即个
兰西比接臂，并且命令伊必须要改善。若无，甚至伫这一年内，伊的权汤也会被政务员摕转来交予其他的人。对此，伊答应会加以改善。过来是对魔道，就是魔道社嘛，这个名甲即马个伫对魔道，又个称作塔卡达，有瓦拉里来出席。翁所以已经过身 ，Vijay 是因为伊的某会过身，所以留点的魔道无来。瓦紧有来，Vika 因为伊伫即段时间来使人引诱甲误导一寡居民有男有女去野外照因以前的异教的方式咧组织，共犯顺落，伫迄个宴乐当中，通奸奸淫加奸淫，烂醉如泥，啉甲醉茫茫不正人形，互人惊惊悸，令人惊悸，互人惊要哪讲？惊悸我袂晓翻的所以呢，即个啥？未到即个未到伊无来伊是因为因某个性留点无无来所以被撤职，迄支权汤已经被取回。伊若经过2年无搁再有即种行为，阮也会互伊恢复长老的职权。但是最近又搁有即种行为，所以无爱该任命。阮任命塔加勒和塔瓦希取代这2个人。翁所以甲Vika瓦拉吉和瓦紧2个人，互因刷任，命令因爱督促因的人骨力去教堂甲学校。这魔道社这较特殊啦拄则这段我感觉足特别的因为使人因的族人有男有女，伫野外照因异教方式咧组织后壁写的拢足歹听好，来继续。对多罗国有丹阿瓦拉和奥利来出席，因去年也来出席电会议。阿瓦拉因为年老，互伊结束多年来的服务。甲即支权汤放落来，伊细刀写，并且赠送伊2匹棉布，甲2包薰草。阮任命斯波啊来取代伊的位置。而即个奥瑞搁再一次互伊刷任，这2个人拢各赠送1包薰草甲1匹棉布，也命令并且勉励因爱善尽职责。伫第罗山有维多、达劳、斯卡勒。达塔马里、瓦卡拉卡和达瓦拉克来出席。第罗山就即嘛家己啦朱罗山后来人读朱罗其实一开始是低罗啦即荷兰文这只嘛是拢写低罗TIROCEN 低罗山山是山啦，其实是提罗线即寡人。去年也拢有来出席所以对家己行到车其实磨刀都已经足远啊对我迄阵驶车我感觉我迄阵拢爱对高雄市驶车去，透早驶车去我就感觉驶到磨刀已经足远啊北平这是啥物所在？新营是台南县的上北平和。嘉义市交界嘉义县交界啦。我就感觉驶到新营已经足远结果即寡人对低罗山来对嘉义行过来搁较远。好，有即寡场咧叫做维多达罗斯卡勒达塔马里瓦卡拉卡和即个达瓦拉卡拢有来出席，即寡人去年也拢有来出席，因拢被严厉指责讲，这1年来因啉酒超过需要程度，伫即一方面，
因应该爱做来效法因的前任的长老，也爱对教会甲学校的代志搁较关心热心。对此，因拢答应会改善，所以搁再互因继续续任。阮前送2匹面布甲2包薰草互歪道，因为伊掠着一个恶徒叫做目斗。好，我看一下时间，应该是超过吼9点半，拄好9点半，咱着读到第落山啦吼。明仔后日再搁继续来读吼。即个电话一向拢足长啦吼，一道要读了应该是较困难。好，我看有啥物笔记无？礼拜4哦。啥物礼拜4？哦，你讲后一回嘛吼。对。田中遐有分享讲，经啊花蜜的意思，除了弹簧以外，嘛当用伫咧边吼。就是心脏血管塌条的时阵，医生甲手术伫咧血管内底装2支经啊吼，这撑开血管的支架吼，就是经啊吼。这个有成迄个弓箭迄种型啦吼，经啊。好，好啦，读到遮啦吼。我去怀念较早伫咧台南高雄遮食头路的日子吼。迄是我对台南部的印象一直到大啦。当然即嘛已经足侪改变啦吼，进步足侪啊。我迄当阵伫遐时阵，阁是市长是啥物人，我早一时也煞袂记，敢若是陈叫，我煞袂记市长是啥物人。反正就是讲高雄市建设足好诶吼。好啦，安尼到遮咱再搁继续来谈吼。我大家来怀念我，来怀念我较早伫遐诶即个日子。感谢各位，我要来开放。多谢阿管，多谢大家。